来这个风台继续咧影响着平湖，平湖有袂少的所在传出着灾情，像这个花市的篮球场和海水吞去，这个篮球坑铺咧点咧。详细状况要请记者吴秀甲咱报道，吴秀请讲。 好，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雨弹狂轰猛炸，海水不断灌进篮球场，整座篮球场仿佛就是海底运动场。海边风势强劲，电线杆和篮球架也不断摇晃，花园旁边的篮球场严重被毁损。 杜苏芮台风持续影响澎湖地区，西屿滨海公路二坎码头的船只全被风势和海浪冲打到路上，造成多艘渔船断裂毁损。另外，在西屿外安渔港有多艘渔船全都翻了一大圈，浸泡在海上，全都毁坏了。带您来听一段稍早访问。海风侵袭，风浪大，一些鱼都灌入了。 澎湖多处地区传出灾情，中央气象局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以及豪雨特报，提醒民众尽量避免靠近海边，以确保安全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时间交换给彭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